第5章，阮原知影，阮伫地上的场边若拆毁，的确得到上帝所做的，毋是人的手所做的。伫天顶永存的房厝，阮伫即个场边内吐气，深深想得到迄个天顶内的房厝，亲像穿上衫，设使若穿，受拄着的时阵，就袂够得脱目体。阮伫即个场边内吐气劳苦，并毋是愿意脱落即个，就是愿意穿上迄个，通互即个的确死的，是互生命吞灭。为即个背失阮的，就是上帝。伊阁使阮圣灵做凭据，所以阮时常好胆无惊，并且知影阮踮伫心内就甲主3字，因为阮行事做人是凭着信心，毋是凭着眼见。阮好胆无惊，是搁较愿意离开身体，甲主相甲踮。所以无论踮伫心内，离开心外，阮立志向，要得到主的欢喜，因为阮众人的确伫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互逐人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好或歹受报应。阮既然知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可劝人，总是阮伫上帝面前是显明的，毋望恁的良心内也是显明的。阮毋是向恁搁举荐家己，就是叫恁因为阮有通夸口的所在，通对迄凭外貌无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话通应。阮若果然坚强，是为上帝；若果然坚守，是为恁。原来基督会疼激励阮，因为阮想一人既然替众人死，众人就拢死啦，并且伊替众人死，是互遐个活着的人无搁为家己活，就是为替因死来搁活的主活。所以阮对打以后，无凭外貌认捌人，虽然凭外貌认捌过基督，如今却无搁安尼认伊了。若有人伫基督内，伊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事已经过去，拢变成新的，一切拢是出自上帝。伊借着基督，互阮甲伊和好，搁将劝人甲伊和好的这份事互阮。这就是上帝伫基督内叫世人甲家己和好，无将因的过犯归到因身顶，并且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阮。所以阮做基督的使者，就亲像上帝借着阮苦劝恁一般，阮替基督求恁甲上帝和好，上帝互迄个无罪替咱成做罪，通互咱伫伊的内面成做上帝的义。